嚟過珠海玩嘅朋友，唔知有冇聽過珠海情侶路三鮮咧？哦，唔係三鮮，係三軒啊！就係我哋呢個金燕軒、龍軒同埋月桂軒。喺2000年初咧，呢3間酒樓一直都係以一個精緻嘅出品、優質嘅服務作為呢個城市嘅生招牌嚟嘅。不過2019年就出現咗一場新冠疫情。喺呢個新冠疫情之後，再加上一個經濟持續低迷，呢3間酒樓而家已經剩翻一間金燕軒啦，其他另外2間已經冇做啦。不過呢2日咧，我收到消息，龍軒呢個場地咧已經重新租咗出去啦。所以咧，我急急腳咁走到嚟現場睇下，哇，排山都搭埋，已經開始裝修啦。我入去問咗一個靚仔，佢就話原來係一間珠海嘅老牌海鮮酒樓接走咗，而且咧喺暑假期間咧準備咗開業啦。而家幾百萬一年嘅租金都有人接手嘅話，證明其實依家仲有好多老細係睇好咗嘅後市嘅。4000平方，你又估下一個月租金有幾多咧？不妨喺評論區話俾我知。